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18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苏眉。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国内今仔日增加3例武汉肺炎确诊，是军舰顶小话。总统蔡英文捌去迎接军舰回国，但是无就船。香港警方大动作掠参与反送中的民主派人士，互人批评是事后算小，是反送中以来上大的打压。罢免高雄市长韩国瑜的案件成立，6月初6投票，天韩甲北韩双方无相让，开始拜票找义工。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国内疫情。前2天台湾拢无新的病例，但是今仔日是增加3例，而且出现头一站军舰顶小话事件。这3只军舰拢总有700外人会集中隔离检疫，但是较互人烦恼的是，这3个人是落船2天了后才确诊，要继续才甲因接触过的人。武汉肺炎疫情拖到国军疫情指挥中心18公布，新增加3例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全部是境外移入，3名个案拢是20多岁男性。伫某一舰队实施甲训练，3个人在2月21上船，3月12到15停靠伫帛琉。期间有落船参加政要欢迎的典礼甲酒会，了后离开，在4月初9停伫高雄港。伫海上伊佫加留6天，达到符合公海航行30天的规定，才对军舰落船。昨天下午他们去采检，大概4点多送到医院哈，那将近9点的时候哈，我们就得到第1例确诊的一个情况，所以立刻跟国防部这边来联络。案例396例，4月12出现头壳痛、鼻无味这情形，15落船等于厝了后，家己去看医生，2天了后，搁再就医采检才确诊。案例397例是4月初就有上呼吸道症状，也有鼻无味的情形，等于厝了后就医采检确诊。案例398例是职业军人，也出现鼻无味的情形，等于厝的家己就医采检确诊。外界质疑军舰顶面有医官，为安怎无及早发现疑似症状，通报采检？在他传来给我们的报告里面都是正常，所以让我们这个政策督导单位没有办法掌握真实的情况，所以造成今天有增厚，然后有3位确诊，对这个我们国防部也表达深感遗憾。指挥中心讲，甲3名确诊个案同队的总共有3只军舰，官兵甲学生有700外人，会集中检疫隔离，并且进行采检。检验结果上近礼拜公布。而对15落船到确诊2天的时间，指挥中心也烦恼讲病毒住伫社区，所以会收集官兵接触者的手机并且传送信息来提醒。记者综合报道。外界是伫烦恼讲，4月初9捌亲身去接军舰回国的总统蔡英文，敢有感染的风险？不过国防部是强调讲，总统伊无就船，所以毋免烦恼。不过参谋总长黄曙光捌去参加立顿的结婚典礼，国防部已经要求伊自主健康管理14天。3台国军巴士离开营区，车顶人员穿着防疫装备，要甲部分官兵送往集中检疫所。因为3名军校实习生参加帛琉的友好外交，离开1个月了后，确定去挖着病毒，700外人必须接受检疫甲疫情调查。不过海军强调，当时落船有要求专程爱挂喙安。所以我们官兵即使在帛琉所有的活动，我们都是要求要戴口罩。抵达的前3天，其实我们也透过使馆地区的我们的大使馆能够让我们了解帛琉地区的一个疫情状况。当时我们获知的也是一个零确诊的状态。海军讲，确定帛琉无确诊病例，才继续任务。不过疫情中心认为，怀疑帛琉当地检查能力。那在我们的了解，就是说在帛琉相关的一些检验的能力，所以大家记得在前一段时间，他们有一位美籍的医师。有疑似的症状，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就帮他们做了一个远端的一个示范。海军也强调，船顶有分配分装这防疫做法，不过会使降低外税，为着风险。疫情中心讲，700外人采验了后，阳性个案会转移治疗，阴性的人也是要集中隔离14天。而这只敦睦军舰回国时，迄天4月初9，总统蔡英文也捌去迎接。国防部强调，当时就因应防疫，避免双方接触。都是舰上的官兵没有下舰，蔡总统没有登舰，然后都保持至少5公尺以上的，也就是符合社交安全距离以上的距离，跟他们挥手致意。
不过，敦睦军舰15进行结婚典礼，参谋总长黄书光不进行颁奖，表扬有功的官兵甲航训职优学生。国防部已经要求伊爱家己健康管理14天。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伫全世界传甲遮尔严重，敢是因为上起先的警觉性无够？美国总统川普就质疑 WHO 无看重台湾的示警邮件。但是中国却是讲，台湾只是引用因的通报信息，引起行政院长苏贞昌不满。另外 ，WHO 总算是头一遍肯定台湾的防疫表现，但是敢有机会参加世界卫生大会，还是要由会员国来决定。美国总统川普伫推特写文章，一开始就质疑 WHO 委员专忽视台湾卫生官员去年12月警示邮件，讲到武汉肺炎可能会人传人，也有 WHO 对疫情提出无正确也是误导性的讲法，互中国真不满，讲台湾的消息来源只是引用武汉卫健委的通报，批评台湾是差一个议题。对此，行政院长苏贞昌早起是食肉品安全尽量时也无客气来回击。中国在 WHO 的代表说，他一直在照顾台湾人的健康，你相信吗？听得进去吗？所以，他讲的那个话，可能要骗世界，但一定骗不了台湾人。外交部感谢美国公开支持，而咱国也继续甲美国共同对抗疫情。台湾积极投入防疫，实施翠暗外交，真受世界肯定，更加得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支持。面对媒体提问 ，WHO 立场是毋是无中立？伊强调一直强烈要求应该让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 WHO， 而 WHO 是头一摆公开讹辱台湾是防疫有功劳。不过是毋是让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依然由会员国决定。WHO 的秘书处应该要摒弃他过去以往僵毅偏颇的政治思维，让台湾完整的参与 WHO 所领导的全球抗疫的努力，不要让中国政府不当的政治干预成为阻扰国际团结抗疫的障碍。Taiwan is determined to do our part to help end this pandemic by donating supplies, cooperating on research.and sharing our experiences. 推特追踪人数超过8万人，蔡总统全部用英文来分享台湾防疫故事，强调台湾人唔惊政治压力。当世界需要帮助时阵，台湾无度当作唔知歪插，疫情无国界，需要共同渡过难关。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看国外，美国武汉肺炎的确诊人数破70万，累计要4万人死亡。但是美国有真侪民众因为不满居家禁令，影响因趁食，哪来哪侪人就街抗议？美国总统川普嘛写完这寡抗议的民众。对着中国官方17修正武汉的新冠病毒死亡人数，搁再增加将近1300人。美国总统川普17强调，由此能证明美国绝对毋是全球确诊数上侪国家。同时，又搁批评世卫组织 WHO 的亲中国立场。Well, you know, when I listen to the press every night saying we have the most, we don't have the most in the world deaths. The most in the world has to be China. It's a massive country, and they got in much sooner than anybody, but they didn't report what was happening. They didn't report what was happening inside of China. No, I'm not happy with China. 尽管川普无认为美国是即阵全球新冠病毒确诊加死亡人数上侪国家，不过美国17个确诊数已经超过70万人，而且更加有一天内接近3万例确诊，死亡人数挖近4万人。不过美国已经有几啊千万人因为疫情申请失业救济。川普之前宣布，各州会根据3阶段准则解除限制，一步一步来重新开始经济活动。美国侪州已经陆续出现抗议对厝禁令的群众。川普17发推文来支持示威群众，更加对着包括明尼苏达、密西根，也佮为今年3个民主党执政的州，要求州长解除对厝禁令，而且也表示要恢复家己的竞选造势活动。Well, I hope we can do rallies. It's great for the country. It's great spirit. It's great for a lot of things. To me, it's a tremendous way of getting the word out. 美国副总统潘斯17也讲，美国有够病毒检查能力来支持重新开始经济活动的政策。不过，疫情重灾区的纽约市强调，川普政府一直拒绝协助纽约进行检查，要把责任落实给各州的政府。I said the one issue we need help with is testing. He said 11 times, I don't want to get involved in testing. It's too complicated. It's too hard. I know it's too complicated and it's too hard. That's why we need you to help. 不过，川普对着古堡的讲法只是强调，联邦政府会协助纽约，不过也希望讲古堡停止妄言，加做一点仔代志。
记者综合报道。疫情当在滚假，但是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嘛也未收煞。香港警方今仔日大动作，掠真侪民主派人士，包括香港一团媒的创办人黎智英，引起国际媒体的关注，讲这是反送中运动以来上大的打压。香港一团媒创办人黎智英18下晡，警方对出来地传走，伊2月28接被控非法集合，即阵搁再互掠走，只是即摆警方行动扩大，有侪位民主派政界人士拢互掠去。包括前立法会议员欧乐轩甲梁国勇、工党李道仁、社民连主席吴文婉，就连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资深大律师吴阿姨，拢接到警方通知，有14个人拢互警方以涉嫌非法集合，甲参与去年反送中示威活動嘅理由被掠。分別係2019年8月18號、10月1號同埋10月20號，組織同埋參與喺香港島同埋九龍區進行嘅未經批准集結，違反香港法例。警方一擺掠出1人，表示證據是真充分，執法正當。經過調查，應該有1位會被轉做被告。不過，即陣正拄到立法會審議防疫抗疫基金期間，民主派批評這是政治上嘅事後算賬，質疑政府無心來對抗疫情，要有大家驚嚇。係無心抗疫，究竟係邊個係借抗疫之際係做政治上邊嘅呢一種安裝下流嘅活動？大家清楚可見，喺呢個過程裏邊嘅參與者、帶頭者係予以拘捕、檢控、擺上法庭嘅程序。其實呢個好明顯係想製造一種嘅寒蟬嘅效應。香港警方一擺掠人行動也引發國際媒體關心。路透社講，這是反送中運動爆發以來上大打壓。偏僻新聞社更加指出，香港因疫情，所以反送中運動平靜落來。不過，特首林鄭月娥加其他建制派人物卻是追隨北京，算來反送中運動可能閣再恢復。記者綜合報道。來看中國，中國表示因的疫情已經控制甲袂歹，不過哈爾濱市卻出現一個22歲留學生，互人懷疑是超級探病者，為何30外個人。另外，中國大動作援助世界各國，互人懷疑是要暗崁因隱瞞疫情的代志，引起國際不滿。哈爾濱醫大醫院。烏龍江省的病院外口擺甲長路路，企滿5-6千個要看病人。哈爾濱市一名22歲留學生，好親像驚做超級傳播者，致死32人，為着武漢肺炎爆發嚴重的社區群組感染。面對烏龍江省疫情得要失控，軍河市先宣布方便嘅交通禁止烏龍江人員進入。10例為本土病例，分別為黑龍江7例、廣東2例、四川1例。外防輸入、內防反彈壓力持續增大，要堅決落實早發現、早報告、早隔離、早治療措施。中國衛健委上新的疫情指出，17一天新增加本土病例10例，烏龍江道7例。不過官方講伊避開中國本土病例相關的問題，引起中國網友鬧熱討論。因為疫情無樂觀，烏龍江廣東四川是不是考慮封城，引起兩邊論戰。不過中國定調國內疫情控制真好，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指示要深化國際合作，要深入推進疫情防控國際合作。同世界衛生組織深化交流合作，繼續向有關國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以多種方式為國際防疫合作貢獻力量。中國最近真濟擺送醫療設備援助世界各國，量大外宣想要暗崁穩重疫情的嫌疑。佫想要扮演世界救世主，好親像讀到天邦經濟紐約時報報道，英國法國加將近20個非洲國家譴責中國大外宣行動，雖然對內成功穩定習近平的領導權力，對外卻惹來國際社會反彈，淡薄國際地位。佫指出，這場疫情可能和其他國家重新思考甲中國的關係。記者綜合報道。轉來關心咱國內消息。經過審議，中選會宣布罷免高雄市長韓國瑜的案件成立，會伫6月初6投票。罷韓團體今仔日透早就伫高雄路口宣傳，但是嘛是有挺韓國瑜的民眾咧號召期間，希望投票迄天進行外部監票。6月6號，光復高雄。雙手比出2個6，罷韓團體徛佇路口，像喺競選期間對市民拜票。17號中選會大宣布高雄市長韓國瑜罷免案成案，罷韓團體隔天馬上開始宣傳，希望市民6月6號出門投票。最大的謊就是說會為高雄市民
做到最后一刻，不会落跑，不会酸，这个是他的谎。我们希望高雄市民能够记得他的坏，记得他的烂，记得他的谎，在6月6号那一天一起出来。罢韩团体强调，罢韩正式进入第3阶段，投票当天需要赞成罢免的比反对较多，而且票数超过高雄25%的选举人数，罢免才会使成功。挺韩国瑜的高雄市民嘛，当时组成打告事务所，要召集3000几人做投票当天的监票义工。此刻必须勇敢地站出来，一起参与监票任务，做高雄的后盾，做韩市长的后盾，让开票的过程公平、公正、公开。杜绝有人操作奥布，守护高雄。打告事务所强调，目前也未去发动反罢韩的活动，敢诉由投票当天公平公正。不过，韩国瑜向乡政法院申请停止罢免，第17号向驳回，委任律师要提控告。市府敢表示，市长目前共款专心伫防疫甲市政。记者洪家川、陈兴坤共同报道。因为疫情的关系，全世界体育比赛真侪拢取消，也是延期。台湾的中华职棒是全世界唯一有咧比赛职业棒球。昨暝乐天桃园对富邦悍将的比赛，伫网络英文直播是破100万人次收看。典现去年打击王的新手林立生涯第2摆大场双响炮，帮助乐天桃园21-10拍败富邦悍将。这场伫推特英文直播超过100万人次收看，主要观众来自美国。有趣的就是土耳其其实在前半部收看的人还蛮多的，然后南美像阿根廷、墨西哥、巴西这些的都在前半段会比较多，然后后半段是美国，大概可能到7点多8点左右，就大家起来看看都在看推特，美国是占了60%。礼拜3元赛大战65万人次，礼拜5原队悍将上升到100万人次。中职自从加入第1个伫疫情中重启职棒联盟，雄雄吸愈来愈多国外球迷。负责英文转播的球评王文庆，这2天接受真一间外国媒体视讯采访，甲 CNN 驻香港记者对话，也被放伫报道内底。Taiwan is one of the only places in the world that still has sports being played right now. Yeah. And that is because we did a pretty good job on the pandemic prevention. 美国球迷看直播找安徽，美国记者甲球迷转推 CPBL。总统蔡英文要一棒推文，伫疫情伫全球炭烧的时阵，中职领先拍第1摆英文转播，为了新的机会，主转播商表示原本经费有限，只转5场，不过即马会找找经费资源，至少继续到4月底。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职棒开始比赛，但是美国的疫情当得严重，所以美国大联盟的球季嘛拢延后。有的球队就甲玻璃用的球场改做食食的批发中心。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嘛有期间提供免费的餐点，希望甲民众小天渡过难关。意大利西西里岛是上散车地区之一，当地第2大城卡塔尼亚街路17出现真侪人咧排队领免钱的面包甲牛奶。这慈善中心1礼拜7天，逐天到中昼过后，应提供250份食物件。因为意大利封城进入第7个礼拜，袂当工作，真侪人早都无钱通买物件食，可能到这来领食物件。安尼日子对因来讲是过甲真辛苦。Come dobbiamo fare per mangiare, venire qua per sfamarci? E tutto questo è il problema, siamo distrutti. 另外，全球疫情上严重的美国，2000多万人申请失业救济。纽约的西班牙 A 社区情形佫较歹，不止死亡率悬，失业的人佫较侪。不过当地差不多拢是移民，无法度申请补助，逐天排队领食人非常侪，排甲是几啊条街路。Muy difícil la situación en Corona, Queens, porque aquí corremos riesgo al salir a coger un poco de comida que nos dan y es una ayuda muy grande, sí, pero necesitamos es igualdad. 美国首府华盛顿特区也出现排队领食物的人潮。美国职棒因为疫情暂停球季，芝加哥小型队的球场规期转型做放食甲发食物件粮食中心，先进社会责任，也希望民众斗阵渡过难关。南美洲的哥伦比亚因为封城令延长到4月27日，首都波哥大南边的居民17伫街路设路中发动示威，要求政府赶紧提供粮食甲人道援助。
在社会乃至利亚经济大城拉各斯，在疫情冲击之下，民众拢失去头路，三顿无物件通食，也只能在军队维持秩序的情形下，靠领慈善团体发的爱心餐点来食。记者综合报道。台中的大坑步道，逐礼拜休困日拢有真侪人来爬山。台中市府为着防疫，针对大坑步道顶的风景区实施人流管制措施。今仔日的人嘛是袂少，但是无超过上限。拜六一透早，台中市是大日头的好天气，真侪民众甲厝内的人做伙到大坑爬山运动。毋过还未行到步道，就会使看到市府的员工伫现场举牌啊，也搁用广播来宣导进行人流管制。大坑的人潮嘛是袂少，但是避免人甲人的距离伤近，大部分的民众拢愿意配合市府的政策。不错啊，就至少觉得那个人群之间不用那么密集这样子。平常礼拜一到礼拜五会走这边，假日我们就走光熙巷那边，人比较少。台中市管理局表示，中央10号宣布人流管制的新措施了后，市府嘛盘点包括大坑风景区、大安滨海乐园、东风自行车道等几个地点进行人流管制。其中大坑风景区因为每天都有真侪民众来爬山，尤其假日更加是人山人海。经过计算，人流的上限是4500人。开始实施的第一个礼拜六，人流拢也搁伫咧可控范围内。上午大概陆陆续续应该有大概5000多人的一个人次啦，累积下来了。但是大概在中间里面的人，其实应该大概2000人左右而已啦。目前确实因为中央目前没有相关的法则，我们就是用劝导跟宣导的方式来进行。为了避免收集民众到大坑，市府嘛，甲周边的公有停车位减半来管控。不过有一寡民众说，家己甲管制用的三角架搬开，驾车停入去无开放的停车格内底。市府表示，因为相关的措施并无强制力，会搁加强控制。记者台中综合报道。当年的4月中开始，保育类的海燕啊就会飞来桃园、关东、降生滩，但是今年工区长咧施工，召回志工赶紧替因找一个新所在。看5、6只一群啊，这太散。你看一直在奋战，但没有用哈。第一头卡野鸟协会志工搬大石头，伫考厝港国家重要湿地保育区北边一个较平沙地顶悬，放石头做一个保护区，互海燕有一个安全的所在。最后搁放20只家鸟啊，恶梦起音，海燕来遮安心做寿生囝。今年观塘工业区目前施工已经整个栖地都已经破坏掉了。然后向北的竹围，因为疏浚，所以它的空间也缩小了，比原来少了将近4/5，只留下1/5的空间。工程施工，海燕环视的空间减少。过去10年，海燕固定环视的关塘观光区，今年全面施工无啥物空间。得为北部岸，搁作为港口疏浚墩地场，也无啥物空间。今年召回伫考厝港找一块新的所在，离淡水、海水拢近，有丰富的食物来源，也希望海燕能看到这块安全的所在来做收。它的面积在1公顷哈，那我们希望说，在初期的话，能够用所谓的围篱把它围起来哈，以防人跟野狗进去骚扰到整个小燕鸥的一个栖息跟繁殖。海关处表示，最近伫考厝港做生态的保育工程有点成效，假使即摆试办成效真好，海燕才是来做收会纳入考虑，是毋是保留一个所在，互每年4月中以后飞到桃园的一级保育鸟类，海燕一个欢喜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安怎？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是20度到30度，中部地区是21度到33度，南部地区是23度到32度，东部地区是21度到31度。接落来看外岛地区。外岛地区是16度到30度。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
闻的最后，带您来垦丁看宣湖生卵的壮观景象。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那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